好多香港長者都問我都70幾啦，仲可唔可以買廣州醫保啊？今日我就同大家講清楚，完全可以。廣州醫保係冇年齡限制嘅，細路仔、年輕人、長者，邊個年齡段都可以參保，只要符合3個條件就得。第一，有廣州居住證或者廣州戶籍，冇嘅話，我哋可以幫你辦。第二，冇參加其他地區嘅醫保。第三，自願繳交醫保費用。我哋已經幫好多香港長者成功辦好廣州醫保，內地睇病、買藥、住院，全部都有保障，安心好多。大家最怕就係呃人，怕被騙。我哋有2大安心保證。第一，我哋有實體辦公室，歡迎你隨時上門面對面諮詢。第二，我哋辦妥先收費，全程透明，放心安心。我哋係專為港澳居民服務嘅持牌公司，地址就在羅湖口岸國貿地鐵 A 出口，深圳嘉里中心。想了解嘅朋友，歡迎隨時嚟諮詢。